讲到这个强烈风台凯比暴风圈是甲规个台湾打掉咧，气象署继续对全台湾发布大水雨特报，特别是这中南部的山区含宜兰花莲地区呢，就要注意超级大水雨。目前新竹县、新竹市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南投、嘉义县、嘉义市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宜兰花莲，也有澎湖、金门，宣布明仔载是停班停课的。那讲到这气象署呢，是预告讲凯比风台有可能是对下暗的半暝的时阵，会对宜兰或者是花莲来登陆。也因为这届这粒风台有甲水汽正高的西南风引入来，所以中南部地区的雨水也特别多。这届风台的雨水高，防灾专家也建议讲，这平地民众呢，就要注意水沟敢塌掉的，将有可能发生水崩山的山区，这民众也要做预防性的撤离。时间愈晚，风雨愈强，气象署表示强烈风台开始，有估计是半暝会伫宜兰还是花莲登陆。不过因为风台有可能伫咧晚间落地时会维持东西，还是南北山东速度发展的变慢，那安尼风雨影响台湾的时间可能会拖愈久。气象署提醒，伫至半暝到2、5早起风雨上明显，民众都要注意。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，台风通过北部上空，我们预计全台湾的降雨会变得更加明显，尤其是中部跟南部以及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超大豪雨发生，其他地方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大豪雨。那整体的降雨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白天，即使台风已经进入了台湾海峡，但是西半部跟台东的风雨还是比较明显的。气象署嘛表示，凯比风台的南边有带水汽真高的西南风，所以这届唔但东北部这方面高落雨，中南部的雨水也特别高。根据气象署预估，7月23至26的总雨量，苗栗以北含东半部大约是200至800毫米，中南部是600至900毫米，也那中南部山区将近到1800毫米。防灾专家是建议平地的民众要随时注意水沟有塌掉的无，也若有可能会发生土石流的山区，民众嘛就要有风险撤离。04、03花莲地动了哦，宜兰花莲台东倒位佫土较松哦，其实咱佫唔知哦，所以咱爱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凯比风台哦，伊这个雨对咱的这个影响。中南部山区的雨吼，即马看起来应该是今日半暝开始哦，一直到明仔载开始会愈来愈明显哦，所以咱明仔载吼，咱这中部、南部花海所在哦，都要特别注意哦，较会积水哦，因为山区的雨真济啦。啊，咱若讲拄着涨潮的时间吼，咱吼拄好水拢排袂出去，哦，所以花海低洼地区的所在吼，爱特别注意。专家嘛表示，根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，拜5、拜6西南风较透，嘉义依然较高落雨。也那风力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日时下晡已经伫咧红头树测到13级的阵风，那阵风台的中心挖近宜兰和花莲，可能会出现15级的阵风。民众若是要出门，都要加注意安全。然后凯比风台的暴风圈有讲是爱到半5钟头左右才会完全离开台湾。记者卢尚珠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